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3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风台杜苏芮继续咧挖进台湾，气象局有讲明仔载伫发展做中度风台，可能会为宜兰花莲登陆，伫拜三、拜四会上挖进台湾。气象局嘛，真有可能伫拜二就陆续发布海上甲陆上的警报，所以拜二甲拜四兰屿甲绿岛的船帮嘛拢会暂停。也伫正下中的杜苏芮风台历日下昼，位伫高兰皮东南方1300多公里的海面上。气象局表示，这个风台袂当疏忽，对台湾影响程度，看后礼拜以后发展角度会更加明朗。有估伊的中心有可能挖进台湾东北部甲北部，对北、东北甲东部威胁较大。风台伫26、27，也就是后礼拜3、4上挖进台湾。这个台风在未来是对我们是具有威胁性的，所以就是可以说不容小觑。大概在25号这一天，也就是下礼拜2发布海警的几率是比较高。那陆警的话，就是我们还要再持续观察。但是如果说以这种情形的话，陆警也是没有排除。气象专家加新兴分享各国预测路线，其中美国模式风台往琉球群岛方向，欧洲模式有估中心会定着南台东几率。那气象专家裴启明也指出，路线犹原有变动空间，也毋过侵袭台湾的机会真悬，提醒民众提高警觉，做好风台准备。因为3、4年已经没有这么强的台风接近到台湾了啦哈。那中度台风以上，其实它对于特别是农产品或是说风雨，其实都会对大家会是一个非常有感，而且会有这个非常压力的一个台风。气象局指出，杜苏芮风台的强度会继续增强，目前预报伫中台上限，要密切观察。那礼拜日开始受风台影响，会有长影发生机会。那杜苏芮风台恐行会来，花莲饭店业者也陆续接到旅客电话，问退房的资讯。上海航船业者表示，游客烦恼出海安全，已经超过3成取消定位。那拄到风台会以专家退回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全球的天灾，希腊因为热流升高温，罗迪斯岛火烧山已经烧甲未收煞，烧5天啊，紧急撤离过2000人。那印度是咧落大水雨，有一个砖头半暝啊，互土石流引起，至少26个人死亡。本来大车路规个拢互水引起，规个看起袂输敢若是溪，敢若是湖。印度的雨季自6月开始，这几天西部地区一直落大雨，四季拢淹水。पूरा घरों में पानी आ गया है, सब बिगड़ गया है सब, और सब आप देख रहे हो ना, पूरा पानी पानी है सब, कोई नहीं, सब दुकान में पानी है, घरों में पानी है。住伫咧城内的民众，伫大水内面勉强甲车塞个行，不过住伫咧甲偏僻的庄卡，拢爱救生船甲直升机来救。हो गया कोई 300-400 घर हो गए नॉर्मली गुजरों का, तो अभी सभी जा रहे हैं छोड़ के अपना घर。因为雨正大，马特拉、施特拉邦的学校拢被迫关起来，路也未通。当地有一个村，20暗半暝发生3帮土石流，真侪人伫咧困梦中袂赴逃走，超过上100人被活台。即马已经确定有26个人死亡，不过官方讲人数恐惊还会增加。एनडीआरएफ के पर्सपेक्टिव की बात करूं तो हमने करीब 26 बॉडीज़ रिकवर की हैं, और अगर आप देखेंगे चूँकि फुटहिल में था उनका पूरा गांव, तो अगर बीच का थोड़ा इलाका छोड़ दें तो लैंडस्लाइड बहुत ही ह्यूज स्केल पर हुआ है。另外来看，希腊正有名的旅游景点罗德斯岛，野火已经烧超过5天，官方紧急撤离2000人，因为导火所在伫咧岛中的一座山，消防人员要拍火真困难，一直拍袂花。伫礼拜，官方警告讲，罗德斯岛甲希腊部分地区发生野火机会真悬，估计这边热天气温度会升到摄氏45度。伫这马正侵袭希腊的热天气，已经破破1987年的纪录，是希腊有纪录以来连续上久的热天气。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37当前，美国康乃狄克州有一件杀人案件，一位出名的花艺鉴识专家李昌玉找到一条带火的筋仔，正做2个嫌犯定罪证据。即马李昌玉所控指控伪造证据，有可能要赔数千万美金。过来是《联合报》，
根据经政署统计，今年1月到5月，爱情诈骗伫全国的法院，逐礼拜至少有2-3件，而且受害者若互爱情的骗子拐钱，阁有真侪人甲银行的口座交出去，牵涉到洗钱案。落尾是自由时报，健保署统计，去年有24万人因为失智症就医，其中有18000人也未到65岁，占失智症就医人数的7.7%。等于讲13个失智症患者内底，就一个无算是侪岁人。再来看，别流一个货柜船伫2月伫咱的高雄港外海沉落去，船顶1300外货柜四界漂流，目前已经好87卡起来啊。不过，即马还阁有500外个继续流向南边去。昨伫咧屏东的东港，就希望去互漂流的货柜拖歹去。其他的船只嘛拢惊会去弄到货柜，惊危险，全部甲速度放慢。船顶雷达顶边出现一块细细角角物件，就是空货柜。迄边的武器有一寡烦恼，屏东东港拖网渔船出海作业，不过希望扭起来拢挂登去咯。卡着货柜啊，个嘛，规拢拍赢，目仔讲拍赢。希望互货柜夹掉咧，只好甲希望加长，以免影响船只，也要到掠鱼啊，赶紧转来。东港渔会阁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水流方向改变，已经接到2只渔船通报，伫中横渔港外海作业时受到影响。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它现在整个潮流、洋流的部分又往北了，所以目前有一批货柜，大部分都是在中云港外海那边。二来往小琉球的交通船东流线甲盐流线虽然正常航行，顶起的货柜和航道变甲真危险，交通船也慢慢开。现在有可能遇到状况，就是货柜已经下沉了，那下沉在水面上是看不到的，那这是更潜在的危险，所以请船员们一定要提高警觉。比如，一货柜船天水轮沉落去，船顶载1300外货柜有500外个浮伫海面上，船身内底有将近500吨油料。我们也会适时的派工作船前往巡视燃油所整体的状况，因为该地有时受风浪影响，会有出现燃油所维持好燃油所会有断裂状况。海巡署出动空袭机监控，将把货柜铺山伫海面甲岸边，雇佣港务公司的协调开放屏东盐埔渔港，就军舰吊上岸到2日下晡，总共获到87个货柜。另外，创水人员23要进行船况检查，甲油柜通气孔要封起来。洪台杜苏瑞即要来啊，抢救的行动要甲时间来比赛。记者综合报道。南韩这阵啊，陆续有人收到来路不明的报告，大部分拢是来自中国，佮经过咱台湾转嫁过去的。当地警方表示，这真有可能是中国的网络消费诈骗。建议民众若是收到可疑的报告，就千万唔通甲拍开，爱直接摕转去，避免风险。注意后台看流量变化，你先先开二手册店，无用实体店面以外，主力更加放伫电商通路。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讲到大概数况是怎样，例如说，选图片拍本案，像加国大网络商城评价甲出现率甲销售也是拢真有关系。就是你的评价不太好的话，你可能别人在搜寻你的时候，你不会排在这么前面。越前面的话，那当然你卖出去的机会就大。那你排在后面，当然就没人看。网络真做一种镜像，商品会说卖到世界各地。南韩出现的艺术毒气的报告，就是对中国黑件转邮件来行出来。外国媒体更加报道，各地24小时内至少有987件不明报告的通报，大部分是来自台湾。当地警方无排除中国卖家愈评价，犯下网络购物愈大诈骗。其实，伫2020年，加拿大也捌收到由中国黑件转邮件来台湾了后所寄送的大量不明的证据，也毋过敢若是充好的评价，继续民众落单，机器拢寄是无价值的物件。这摆报告却是疑似坑刀，甚至挑工寄来台湾，结果转出去。如果今天是恐攻的话，那有可能他会有一些政治的目的。但是看起来目前的话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声称。台湾的第三地的这样的一个转运，那它其实要避免被侦查的可能性。专案后壁是疑点真多，是诈骗、恐怖攻击，也是单纯的讲创治，真相有待好好来调查清楚。只是收到这类不明的报告，学者也建议爱提高警觉，上好是拢莫收。记者综合报道。日本福岛的核灾对迄当阵当地渔业造成真大伤害。
去纪录片的导演即间来台湾放送即个纪录片，希望互外界嘛当了解到福岛渔民的艰难。伊嘛讲，日本政府根本就无咧听渔民的声音，搁要甲福岛的核废水排入大海，搁再侵害到当地讨海权利。接受到福岛核载污染可能造成无法度搁掠鱼，福岛渔民的内心真沉重。伫日本纪录片《福岛渔民无语》，导演山田彻透过镜头，将新地挺渔民的痛苦甲无奈全拢记录落来。无管当地安怎回事咧回唔到，核载的伤害无法度会掉。毋那是伫这一世，也会延续到后一代。誰が責任を負うんですか。あんまりもかったですよ、こんなの。我々の代じゃないですからね。これからの代に孫を施行。ね。核载打击有害卫生的福岛渔民，就算安怎毋望一切恢复正常，也变得无法度达成。渔民拢还未行出风平避海困境，当地阁决定伫今年热天将含串废水排入海中。受绿色公民行动联盟邀请来台的导演山田彻坦白讲，渔民一直定前抗议排放政策，永遠無看到轉變。国が一方的にもうスケジュールありきで処理水を放水するということを進めていますよね。でも漁業者はトリチウム水は流さないでくれということを、怒りは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が。纪录片搁一摆伫台湾放映，导演山田彻特别来台，希望互外界更加了解福岛渔民面临的艰难现实。因认为，即摆日本政府的决策，真歹讲已经进行充足民主甲公开辩论。伊也认为渔民出海讨生活的权利，搁一摆受到侵害。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是1970年代牵起美中关系的重要人物。即摆伊去伫咧中国拜访习近平、国防部长，抑个外交人员。美国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期待即间见面会当帮助到美中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日参加伫科罗拉多州举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那伫基辛格前往中国进前，两个人捌有长时间的讨论。伊也期待基辛格后礼拜回国了后，甲伊会面，以了解更较侪代志。布林肯进一步指出，美国的观点就是要将稳定重新夺回双边关系来设立基础，以确保竞争袂演变做冲突。基辛格是1970年代开启中美关系的重要推手。这段访问北京受到超过拜登政府官员的接待，会见国家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李尚福、外事办主任王毅。官方也伫吊戏台国宾馆以各种福禄寿喜的代表物，为基辛格举行盛大的中道堂。100岁，100多次到中国来，这2个100啊。合成了你这一次具有特殊意义的访问。The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would be central to the peace in the world and to the progress of our society. 伫对华关系上，互看作是鹰派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也伫阿斯本安全论坛访问到美国敢是考虑取消对李尚福的制裁，内外沟通管道的全面重新启动。苏利文表示，制裁无应该是中国技术交流的原因。首先，中国军方有真侪人并无互制裁；第二，伊家己甲拜登政府有真侪人也互罗西亚制裁。不过，这并无妨碍因伫必要的时甲罗西亚方面进行交流。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镜头转来看咱国内，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伫咧新北市成立家己乡亲的校奥晚会，日子佮甲家己出身的新北市长侯友宜经共一天，大家拢讲这是咧拼场。那民众党的柯文哲是登去伊的故乡新竹，甲在地企业家分享政策，连电的董事长孙明志嘛有去甲伊斗宣讲。大社花口河旗海飘扬，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2日下昼踏入新北市，举办家己旅外乡亲信赖台湾奥运会成立大会，呼吁家己来收听，抢出身家己的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同乡票。所有地方的选举，家己人拢支持家己的人，但这边无同款，因为这边是关系台湾的前途，呼吁家己县的乡亲为台湾打拼。全力支持赖清德。基
其实，同一天早起，中华民国家己同乡会联合总会也带团到邦桥为侯友谊成立后援会拼起誓，讲有3000人到场支持侯友谊，搁较对乡亲温情发挥，互家己出总统，然后抢家己票互相竞争，传出互同乡会爆发来斗。家己人挺家己人，这么多年都是家己人给我相挺。我才能够站在这个地方，我非常感谢嘉义人的重情重义。那民众党总统参选人关怀就是登记故乡成立，甲在地中小企业家座谈，分享家己的政治白皮书，也合体传出李秋拿北下的联电业务副董事长孙明迪。相同的理念啊，这个共同把它酝酿出来，相同的理念呢，一起去推动，这就是和。有没有人在退出，甚至还有没有新的人去选，我们都不知道。那你看离登记参选还那么远吗？孙明迪伫国民党初选阶段挺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出线。那郭台铭最近伫公开活动表示，要去美国访问，也毋过并毋是去面试，除非民众予伊资格，互外界解读是为着独立参选有做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嘉义市的警方进前甲环保局合作，做伙咧清人行道的障碍物。毋过民众所抗议因的行为，反映爸上粗鲁，互人无法度接受。警方表示，因要清掉障碍物进前拢有通知，毋过嘛承认因咧做的过程有欠点，已经对警员来处分。警察甲店头门前的这部车拢卡掉，另外一边是一直去店头物件，过程就无互民众翕落来。为了洗清这过路人地甲恶名，嘉义市政府警察局执行清道专案，加强清除人行道行人的障碍。这次活动，环保局人员对着民俗路、中兴路、水用路这路段展开执法。不过当地店头讲事情无通知，当时也无说明来意，竟然直接动手甲门口的楼梯、看风拢拆掉，甚至削破花盆。强硬的执法方式，让人无法接受。我就说我现在回来可能要，因为我人在外面，我说我回来要一点点时间，你不要等我，可以先不要开吗？我明天早上请木工师傅来帮我用。他说没办法，我现在就要拆。我不管你什么现在整个往这边丢，像我们坚持是往上面丢。往上面丢是指丢到哪里啊？货车啊，开货。环保那垃圾车就对了。嘉义市警方讲，配合营建署道路考评计划，5月就大团队通知，7月13开始对这路段来宣导，协助店头移除占用的物件，毋是无通知。不过迄天一个警官执法过程超越必要程度，言行失当，已经记2支新改定处。确有不当拆除障碍物以及移置店家物品，执法已经逾越必要程度，言行适当，影响警誉，以核予申诫2次惩处在案。本分局将申诫检讨改进。当地民众讲，民俗路早期较淹水，路面又不混垮，所以甲徛街有悬架差，才有逐间拢有贴管做对外楼梯的情形，而且北向市府核备核准施工，希望充分互民众知影，并且互民众时间来改善，临时安尼来执法。记者综合报道。AI 的科技当时行，即马工研院甲超商合作，伫咧新竹有开一间智慧超商，介绍节奏拢总免人类来服务，透过科技创造新的产业形态。您好，欢迎光临。用手机扫一个，入去商店拣好需要的物件，佮再透过手机就当完成结销的动作。过程中完全唔免别人服务。所有的智慧货架上面隐藏的非常多的这些传感器、这些 sensor， 各位是没有看到。但这过程当中可以让你很多人在拿东西过程当中，或是错位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办法帮你感测得出来。除了每一个放商品的架后壁有装感测器以外，商店店面佮装有超过30个影像追踪器，来掌握消费者的行为，更加出差错的几率。那透过远端监控的方式呢，我们会进行这个管理。那只有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店员到现场补货。是我们每一次都会根据这个消费市场不同的趋势，还有未来消费的这个观察，我们会对应到不同的科技技术。工研院指出，在疫情的影响之下，无论是 AI 人工智慧，也是物联网技术，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占真重要的角色。未来希望透过自动化的科技，继续来帮助台湾产业达成升级目标。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世界出名的小说《5万与偏见》已经互人翻过足侪种的语言，即马嘛有翻译出台文的版本啊。
翻译的老师洪淑娇为着要互人读起来较有台语气，所以毋是对中文翻，是直接对英文翻过来台文，而且佫有推出有声册，会当配合教学，咱做伙来看卖。世界出名册《5万个偏见》现主是也有台语文的版本咯，而且翻译这本册的台语文作家洪淑娇讲，为了确保翻译有台语气，伊是特别找原文册来翻译，并无经过华文的版本。我若为华语来翻做台语，我的头壳内一定会去华语缩白掉咧。你若照华语伊头起先安尼翻译的方式，含伊内底原来英语的种讲法，你会感觉讲，其实含咱台语上要表达的，其实有些寡无共。5万个偏见，台语版。安尼，你敢有听人讲年的飞山总飞出去啊？班内先生听到太太那火鸡母的声，目头结结，回讲无听别人讲起。洪淑娇讲，伊为5年前开始翻译，自本是拍算做有声册，伫上课的时阵使用。哪翻译哪用，发觉学生的反应袂歹。落尾伫先生的鼓励之下，伊就一直做落去。去年伊的先生先走，洪淑娇也是按照伊甲先生的约束，甲册全部完成。来讲，你个做了后，若无人要出版，我就甲你做一个有声册，放伫网络顶悬，互逐个人来看。然后因买手若出真侪台语册，我就甲伊拜托，我讲啊，无互恁申请啦，无我逐件申请拢袂过，恁申请看会过袂？啊，你看真好运，因是申请人伊个过。22甲23出版社也分别伫高雄甲台北举办分享会。出版社表示，因进前出版台语版的《小王子》市场反应真好，目前出版1万本。现主是台文版的《5万个偏见》引起话题，未来也会继续找出外国名册翻译做台文版。记者郭谢桂林台北报道。美国的传奇 Jazz 歌手捌摕过20座格莱美奖，已经96岁东尼班奈特，伫咧2021年退休，即马传出已经过身啊。真侪歌迷、明星甲政府官员拢表示哀悼。Fly me to the moon. Let me play among the stars. 伫纽约红桥区一个散车意大利家庭出世的东尼班奈特，1951年凭着歌曲《Because of You》伫乐坛红起来。传奇歌手法兰克·辛纳奇形容伊是这项上赞的歌手，听班奈特唱歌，互伊真感动。伫歌坛70年，班奈特得到2座艾美奖、20座格莱美奖，伊也是美国冠军专辑销售年纪上大的俱乐部之人，得到几啊代歌迷心，总计全球卖出超过5000万张唱片。班奈特2016年被诊断出得到阿兹海默症，2021年伫纽约无线电视音乐厅连续举办3场演唱会了后，才正式放落麦克退休。Tony Bennett is one of like the last few like great American songbook interpreters. Other than Johnny Mathis, I really can't think of anyone else who's still alive, who's in the class that he was in. 伫出大战期间，班奈特捌伫法国、德国2地服役，过程中捌遭到军中同事的种族歧视，这段经验让班奈特一世人拢信奉和平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冲突，也反对种族歧视。Tony Bennett marched with Martin Luther King in Alabama. He was active during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班奈特伫纽约厝内过身的消息传出了后，好莱坞成功大道旧金山荷尔蒙酒店的班奈特雕像，甲伊徛喺附近中央公园的长椅，拢有歌迷献花伫。社群媒体的名人界也引起对班奈特懊恼甲怀念。前总统奥巴马、克林顿、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雷迪加加、比利乔等人拢发文表达哀思。公司新闻王启文评论。天气玻璃仔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南部地区25度到35度。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34度。今
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俊，祝福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